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歡迎嚟到我哋每個星期靈修系列嘅第9個星期。呢個星期我哋聚焦喺點樣喺神嘅愛入邊得着更新同埋力量，生活入邊嘅挑戰、壓力同埋疲憊，時常讓我哋感到無助。但係詩篇第46篇1至2節提醒我哋，神是我哋嘅避難所，他是我哋嘅力量，在任何嘅環境中，他都能成為我哋嘅倚靠，使我哋重新得力。呢段經文，如果我哋細睇，其中第一樣嘢我哋睇到嗰啲，佢話神是我哋嘅避難所。當我哋感到疲憊同埋不安嘅時候，神嘅愛成為我哋最堅固嘅庇護所。佢唔單止，佢唔係嗰位遠離我哋嘅神，而係隨時喺患難中幫助我哋。第二，神是我哋嘅力量，在我哋感到軟弱嘅時候，神賜俾我哋剛強嘅心，使我哋能夠繼續前行。佢嘅力量唔係短暫嘅，而係持續供應嘅泉源。詩篇話：地雖改變，山雖搖動。世界上嘅環境同埋人事變遷可能讓我哋不安，但係神係不動搖嘅。我哋嘅信心建立喺佢永恆嘅愛同埋能力之上。無論外界係點改變，佢個愛仍然嘅穩固不變。詩篇第46篇1至2節：神是我哋嘅避難所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嘅幫助。所以地雖改變，山雖搖動到海深，我們也不害怕。我哋需要尋找神作為我哋嘅避難所。當壓力同埋挑戰嚟臨嘅時候，你試住將你嘅心轉向神，信靠佢嘅保護同埋安慰，用佢嘅話語得着力量。每一日默想神嘅話語，讓佢嘅真理成為你重新得力嘅泉源。仲有，我哋要學習唔害怕。環境同埋困難雖然可能讓我哋係擔憂，但係神嘅愛使我哋能夠喺風暴入邊持守信心，並且剛強站立。喺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一同嚟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成為我哋嘅避難所同埋力量。當我哋感到疲憊同埋軟弱嘅時候，求你幫助我哋喺你嘅愛入邊得着更新，使我哋唔再害怕環境嘅變化，而係深信你嘅保守同埋帶領。願我哋嘅生命成為你恩典嘅見證，使更多人認識你嘅愛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，阿門。下個星期呢，我哋將會探討點樣喺信心入邊迎接新嘅挑戰。歡迎大家再次嚟嘅參與，亦邀請你嘅朋友同埋家人一同嘅嚟參加。